大家好，我係 Carrie 李若凡。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呢個大宗商品貨幣澳紐加紙嘅一啲睇法。回顧翻今年上半年，我哋發現呢三隻貨幣表現都非常之類似嘅，就係佢哋屬於最差表現嘅 G10 貨幣。原因係上半年嘅時候，大家炒緊去美元化、拋售美金資產，都擔心咧呢個關稅會帶嚟全球嘅一個經濟衰退，所以咧去尋找一啲避險嘅貨幣，結果對風險比較敏感嘅呢三隻商品貨幣表現咧就最差啦。但係去到下半年以嚟嘅話，我哋發現隨住呢一個去美元化又好，或者係呢個拋售美金資產嘅一個主題都好嘅消退咧，其實講緊三隻商品貨幣已經唔再係好似上半年咁受壓。咁但係咧，亦都係出現過比較大嘅分歧嘅。譬如講緊紐紙同埋加紙表現仍然係疲軟，澳洲紙咧就跑贏其他嘅一啲主要貨幣。原因係下半年以嚟，大家嘅焦點咧擺咗喺啲央行嘅貨幣政策上面。咁喺澳洲方面嘅話，我哋見到佢哋嘅央行因為最近澳洲嘅一個就業數據同埋通脹數據比較強勁咧，都有原因繼續維持一個緩慢嘅減息步伐。市場估計澳儲行去到出年年尾咧，都淨係需要減多一次息嘅啫。但係紐西蘭同埋加拿大嘅經濟狀況咧就比較差啲啦，所以咧紐儲行大家估計去到出年咧有機會係需要減3次息，最近嚟緊嘅一個會議上面咧更加有30%嘅機會需要減50點子嘅。咁加拿大央行咧，大家亦都覺得雖然佢哋息口已經足夠低，但係嚟緊仲有減息多一次嘅機會。所以因為呢個央行嘅呢個息口唔同啦，所以我哋覺得咧紐紙同埋加紙嘅表現有機會繼續咧係遜色過呢個澳洲紙嘅。咁但係對美金嚟講嘅話咧，可能就未必話有太大嘅跌幅啦。譬如講緊紐紙同埋加紙咧，佢哋個短倉都係比較規模大啲，所以分別對呢個美金咧，未必話會係不斷向下。譬如講緊紐紙對美金有機會喺0.57左右有支持啦，而加紙對美金有機會喺1.40左右有支持嘅。但係相比起身咧，澳洲紙對美金更加有呢個上升嘅動力咧，去試呢個0.67到0.68嘅一個高位。至於紐紙對美金可能係呢個0.60、0.61咧，已經有阻滯。而加紙對美金亦都有機會喺呢個1.36到1.37之間咧，遇到比較大嘅阻力嘅。咁今日對三隻貨幣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下一期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英鎊嘅睇法，敬請期待。